来到你的家，就是我们的这个时候时刻就是讲到，就是我们就说到那个这个节目的内容的话，就是我对我们的，就是关于那个就是那个最后一次伟大的大战讲到那就是没有任何人的国家呢自白俄罗斯非常开心的为你们好，就是你们在听从这个，在跟着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就是说到那个关于那个最后的伟大的大战，讲到为什么要说的大设计家是怎么说的，因为我也知道我知道你都是你都在认真的听的，你为什么是这样宣布的话，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个在你的身上的有爆发就是你要到在你的身上发生的时候，就比如说在你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死了以后的一生的，就是你要所发生的事情还没到你的身上的时候就是你要认真听一下。那我们就是直接马上回到一下，就是关于那个为什么那个末日要到。就是回答是非常简单的，就是那个俄罗斯现在想做大手边的事情，我再强调一下，就是那个俄罗斯已经发出来的，就是在那个乌克兰的，他在乌克兰的发生的冲突的时候，就表示那个大战已经发出来的。你们就是没有能够击败俄罗斯我们就是要尽量认真听一下，因为我要把那个给你说明一下这边要说的就是那个至高的真正的上帝。你们都不知道他那个权利他的名字你们都不认识他，就是那个权利的主已经有对你们已经宣布劝你们不听的，就是那个生命的主所有的权利的之主，能看见的、无看见的，在你们的眼睛下已经给你们看了，在你们不里这个就是可以说，就是他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都是不听的，确实他所说的话都是真的。这个就是这个道的这个教导的主就是说有大人的，你要准备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必须要真正了，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的话，不教你快乐还是不爱快乐，我就是给你讲了。他所说的一切话必须要真正了，我先听一下要听一下他怎么给你要表达，所以这个你不管怎么样，这个必须要发生在你的身上了。还有西迪亚大师的，要我说大师西迪亚所说的一切话，这个必须要真正了。就是有人有一种说法，说是完美无瑕。真的是完美无瑕，就是我所说的都是完美无瑕的。那这个就你们在全世界上必须要发生出来的我开始就是从那个以色列的儿子们的，你们都能看见了，为什么那个法国人的、英国人的、德国人的，他们都要去看谁要保护以色列的。就是他们就是那个伊朗国家就是要控制他们的时候伊朗真的要控制他们，他们不要把这个当开玩笑，去那个美国人的、法国人的、英国人的、德国人，他们都去看谁要帮助他。这是为什么？我给你已经讲过了，这个地球这个全球都是由那个全球的主。这个全球的主已经下了命，要叫他们要保护。这个我给你已经教导过这个道，还有通过他的教导，就是说你们要准备那个灾祸就要发生在你们的身上。这个话是从不开玩笑。我们就是开头就是这样，我们就说把这个上帝的大名叫亚耶法，就是敬爱的父亚耶法。我们通过那个圣经的来研究，就是你们所不喜悦的这个圣经的这里面的故事都记在上面。为了这个呀，我说的大西西家
他就是要告诉你，你那个末日末后的日子，要你拆毁的日子，让你要相信，要认真听这个教导。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也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听的。但是聪明的人间或者藏起来，愚蠢的人往前受害。我们就是在那个圣经上面也要阅读，就是关于这个教导这个话语的成长，为什么那个美国、英国的、法国人的，他们都一起要保护，一起要帮忙以色列的。其实他们就是别下令的，那给他们下令的话，就是在对你说话的，就是我给他们下令的，就是你在看见我的时候啊，这个就是那个美国总统都不认识，不知道这个。德国总理都不知道这个，法国总统的就是那个马克龙也不知道这个事，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总理是谁？那个英国的总理，就是那个总理就是那个英国的王也不知道这，却他们都听着这个这边那个所宣布的话，却他们本来。不知道，那个就是给他们下令的话，这个是不能撤销的，连你也不能抗拒我这边所说的话，因为你就是一个人类被创造，你要注意听的你所创造的教导，连那个美国总统的都没有不能做什么呀，他必须要听从的这个教导的主，这个宣布的。主连那个法国总统的、英国总统的都不知道，他们都一块联手要帮助以色列的，为什么不让他们的要别工资啊？他们为什么都去跑步那里？要帮助以色列的，却在这个全世界上有人多的非常可怜的国家，他们怎么不去帮助啊？为什么？他们怎么不去要帮助那个乌克兰？去那个乌克兰的都已经好几年了，都已经抱怨了，要把那个武器给我们吧。他们怎么不帮助这个？我不帮助他们？为什么就是那个美国人都要去那个以色列那边了？他们要发生冲突还不到1个月啊？他们怎么不去帮助那个乌克兰那里？就是那个俄罗斯那边都一直都在攻打他们的。那我给那个回答，因为那个幕后的那个最后的伟大的大臣都已经要讲到。那你们就去要看谁这个话，就是你们真的是非常无说。我们要对下，就是我们开始就是要通过这个上帝的道，就是为什么这个语言的为什么成真？为什么要无说的大世界一直见到那个。第3次的世界的大战已经要开始，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人的权利能阻挡的，已经开始了，没有任何人的权利，没有任何人的权柄的，没有任何人的能把它阻挡的。你要记住，要无说的大世界，大家就是他所拆下来的，在上面已经签名的。他就是你们的，却你们不理他，你们要准备好，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的话，这个必须要承认了。我这个语言的话，你有知道，就是我在2003年的就要发出这个语言的话，对那个在马达加斯加这边，就是很早就听说过这个故事，马达加斯加人都已经很早就一定听说过这个故事，就是你们在外国人那里都没有听说。为了这个，我就说特意把这个情况要告诉你们，这个情况已经发生过，所以你们要认真听的，因为这个都是跟你们的家里、跟你的家庭有关系，跟你的工作、跟你的私人的有关系的。这个语言必须要真正了，因为模糊到，我们就是从那个以色列的故事那边就开始吧。我们从这个以色列的故事，就是以色列的所有发生过的事情的，让他们那个以色列的到现在要
被保护啊。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因为为什么他们就是给他们要肯说他们的。因为如果他们就是要承上那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肯受他们？为什么不是那个巴勒斯坦那里啊？因为另一方面的，在他们那里都已经3万3千都已经被死亡了。应该是按照道理的话，就是应该他们要肯说比那个以色列的那边就是差1200的已经被杀掉了。假如说我们没偏心的话。如果变心的话，就是应该差不多。如果那个以色列给他们打的时候，应该拿杀了1500的话，应该是已经差不多了。因为杀人的是不可真的。为什么那个就是就是要杀那个巴勒斯坦那边了就可以啊？但是那个以色列的一边攻打的时候，就全部都干涉。为什么就是那个乌克兰那里一直都找抱怨了，从来没有来证据他们，就是那个以色列那边没什么发生什么的问题的话，全都大家都要肯受的，这是为什么？我也给那个答复啊，给那个答案的话，给那个回话的话，那就是你要准备下，耶路撒必须要攻打你啊！就是你不喜欢听这个话，你要准备，这个要发生在你的身上。为什么那个以色列的？那就是他们都要到那个最后都必须要肯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儿子们，他们就已经说到这个命令的话，就是那个是条件，还有那个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不听这个话，然后那个让上帝愤怒啊，他愤怒的时候，他说你们不听从我的话，我就要愤怒你们。我们要看一下我们那个按照那个利未记26节。利未记，我们就是一起读。你说你怎么读那个圣经？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个圣经的话，因为这个圣经就告诉你啊，这个是你不能逃跑，不能逃啊！那这个就是那个上帝，这是那个真正的上帝要在要给这个全世界要发生的事情的，你不要跟着他，不跟随他的话，就是你有非常一塌糊涂。但是上帝不爱罪孽的利未记26，我们就是从那个14节开始吧。好，我们先说下这个经文，实在不好意思。利未记第26章第14节，我们一起读，一起阅读。你们先把那个先不。Ka ty verina amin'ny tany hotono teo fa ny fanahy kosa iverina amin'Andriamanitra izay nanome iny nefa ankehitriny reo amin'ny teny frantsay ino moa dika mpitori teny amin'ny teny vazaha Ecclésiaste 12:7 voilà donc efa ankehitrika izy amin'ny teny frantsay avant que la poussière retourne à la terre comme elle y était et que l'esprit retourne à Dieu qui l'a donné. Donc l'esprit 所说的话，你们都不听从的话，那我这样的对待你们，应该是在那个是31节到33节，就是这个，就是接着。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得为荒凉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就是那个亚述人的那个波斯人的，都要把它摘掉了，使你们的终生的所成为荒场。我也不为你们的形象的嫌弃，我要使地成为荒场的，住在其上的处地就因此差异。
我要把你们散在裂缝中的，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我要把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这个就是那个这位上帝对那个以色列的已经要对他们的已经说过了。你说，哎，原来这个故事就是从这边就开始啊。对了，那个故事就这个情况就从这边就开始，然后那个上帝就把那个以色列的儿子们呢，把他们赶走。因为这个我们必须要看一下这个故事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对那个以色列人的。对那个是什么？对那个，就是对那个以色列的，就是以色列的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一切都是要惩罚他们。我们在那个要读下那个耶利米书，我们要读下这个为了把荣耀归给上帝。耶利米书第25章，就是从这边就开始那个，就是那个灾祸要引导，就是引导。Mino moa ny mpanao ratsy etrehtra any amin'ny farihy mirehetra avy sy ny solofaly, reo olona reo milaza fa tsisy an'izany. Mba ahoana zany toetrainy zany? Zany anisany hoe ialao zany rehetra zany fa tsisy. 从第3节开始吧，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是23年的这年，常有亚法的话领导我也对你们常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这个就是上帝要给那个以色列的儿们在传说，却那个以色列的不听从的，就是想死你们的，就是你们那个灾祸已经在你们的门口，所以你们都没有什么动静的。亚法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的从先知到你们这里来。上帝就有这种的习惯了，就是他要差遣他的先知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听的，说你们个人当回到离开恶道和所做的，便可居住亚法古时所赐给你们的，就是等等。在第7节，你们没有听从我，今你所做的人无仿佛像孩子自己的，这是亚法说的，就是那个以色列人的，就说不像没有听从的，就是像你们的人类，就是你们不听不，你们说我们不管这个，我们就说没有，就是你们没有听从。Ka ny azo ny voalohany any amin'ny lanitra ny lanitra. Mazava zay ny fanontaniana, valitenin'ny fanontaniana. 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的话，我必找北方的种族和我不认的巴比伦的王尼波加尼撒。这个就是一个灾祸啊，就是上帝要把那个北方的种族，这个就是那个灾祸要引导那个以色列的然后他们再从他们的本地要被赶出去。我必找北方的众的族和不认的巴比伦的王尼波加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的，并周围的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的精神的灭绝。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那个利未记以致他们令人的惊骇、耻笑，并且拥挤的荒凉。这是亚法说的。我又要受欢喜和快乐的声音的，新郎的和幸福的声音，推磨的声音的和灯亮的亮光的从他们中间折下。这群必然荒凉的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的王几十年的，这个就是这个非常恐怖的灾难都要发生在那个以色列的中间。我们在读下那个列王记下就是第18章，就是那个亚述人的来攻打那个以色列的，不好意思就是在列王记下，就是从那个亚述人的
亚述人的，然后那个巴比伦人的，那个就是那个波斯人的，都来攻击了，来攻打了以色列的儿子们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读那个耶利米书，我们来读下那个列王记下。第17、第5到第6节，列王记下第17章第5到第6节，就是对那个其他的国家都来攻打了以色列的，从那个亚述王，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我们都能看到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了，上到撒玛利亚，围困的3年的。这个撒玛利亚就是当时就是那个以色列的首都啊，何西亚的9年的亚述王的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瑟语个歌上的哈伯河边的便马代人的城邑。这个教导这个话语就是说，那个在以色列的地要发生那个就是他们那个要灾祸，然后就是那个接着就是那个巴比伦，刚才那个上经是说就是要攻打了他们。我们在阅读下在其他的列王记下第18章。列王记下第18章，这个就是我再给你们强调一下，就说那个预言都真成真了，应该是到的列王记下第18章，应该是到第10节开始吧。列王记下第17章到18节。这个从这边就是那个所有的其他的国家都来攻打一下，就是按照那个我要用刀剑要惩罚你们的。然后从这边开始就是以色列的就别刚上了到全世界，过了30年的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的6年的以色列的王和西亚的9年的撒玛利亚的别攻取了。亚述人的王将以色列的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瑟语的歌上的哈伯河边的比米利亚人的城邑。这个以色列的就是要别攻攻取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刚上了在这个全世界。这个就是在那个公元720年了，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儿子们就是开始要刚上了到那个全世界，因为这个亚述人的打过去的时候，然后那个接着就是那个巴比伦。如果你们懂这个故事的话，然后那个巴比伦那个米底亚人的，然后那个希腊人的、罗马人的，那最后就是那个在最后就是那个希特勒就是把他们杀光了，就是在那个希特勒的时候，就是有那个犹大人的都被杀了，有600万的人数，都是这个就是有个非常最后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谁要最后的要攻打他们，因为他们必须要他们要被杀掉，因为他们已经被咒诅要被杀掉了。因为在这个情况下，在这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帮助他的话，没看守他的话，那他们就会要将杀光了。那为了这件事，就是他们美国人必须要看守他，因为谁要最后的要攻打这个以色列的要攻打这个全世界。假如说我们都看到，如果必须要看守这个以色列的话，我们都看到美国人的，那就是必须要跟他有发生的冲突，那跟他有冲突的话，就是必须要攻打他。当到攻打他的时候，所以不然就是必须要看守他，为了不叫他有杀光了。我不知道你有能听明白的话，因为我已经说的，因为他们必须要看守，因为他有等待最后要攻打他。对于这个关于这个教导的话有许多的话，因为我要给你们有教育，就是耶稣从海里出来的话有10个教。但是我先把
真正的故事要先给你说，因为你不管怎么样，这个必须要真正的。所以你在家，我现在我特意给你教导那个最后的伟大的大战。必须要讲到这个已经发出来的，没有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人的权利，没有任何人的权柄的在阻挡它或者把它停下来。只要你有干涉的话，你就放二被要拆掉了。不光是来自哪里的权利啊，这就是付费至高的全能的上帝，他的名字是亚法，他就是有。拆迁西家，我这边所说的话不是来自的人的，不是人的话，乃是上帝的话。那这个从不开玩笑，不，因为这个就是真正的教导，为了荣耀归于父耶和华和耶和华。你要记住，这个就是一个拯救的计划。那这个发生这个一年的时候，那就发生什么时候？因为那个巴比伦来的时候，就把他们攻去的，然后最后他们就要被赶上了，到这个全世界，希腊也来了，那个罗马人的来了，然后这个以色列的人就被赶上了，到了这个全世界，到那个北方那里，到那个西方国家，他们被赶上了。然后他们别看上了之后，我们都知道，因为上经是记者说他们就说别看上了，因为上经就是说要他就是那个你们把他们赶上了，要把他们夺回来了，要夺回去的本地。由于这个上帝的话语的话，那个以色列的就别赶上了，在这个全世界，我们都看到，在法国那里有大人的，乌克兰有大人的，俄罗斯都有大人的，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别攻去了，然后就说别赶上了，在全世界的话。在全世界，他们别赶上了以后那就说发生的就是上帝的教导，就是说你们要把那个犹大人的赶上了，然后你们要把你们回到他的本地，然后他们到那个本地的时候，你们就是要牧人，就是你们牧人好像看守他的羊群的，你们都看到那个羊群的话，就是你们要必须要看守他，不叫那个狼要把他们吃掉，或者就是那些敌人的要把它拖走的话，因为这个羊它是有很多都会害它。那就说必须要看守他。那上帝这个真正的上帝，这个全能的上帝，就是说他的话你不能逃，对他的话你不能打走，你不能说是那个美国总统说我们不知道，就是那个总拜登，那个法国总统的就是那个马克龙。还有那个德国的总理、英国的总理都不知道这件事，却他们都要看守，就是那个真正的上帝，你的上面的支柱的上帝，全能的上帝，他一说你们不能阻挡的，因为你们要记住，你们那是个人类，你们要记住，你是要放任的，你是被创造者，别创造，你别说是你怎么捣蛋的，这你现在可能不知道，但是你要将来会知道，你在说话是谁，你要第一件事就是你要了解一下，就是你那个善良引导你那里你应该要你听到这个最好的善良，应该你要好。我们也对下那个耶利米书，你要去看一下我们这边我所寄给你那个圣经的话，假设说那个美国总统的能听到这个教导的话，他应该就相同了。假如说那个法国总统的听这个教导的话，他们应该就能相同了。愿你们都能
听这个教导，因为我现在所传给你的，就是在你们的幕后的日子要发生过的事情，因为你们都是从那个尘土被创造来的，要毁掉废掉。但是我对你所说的话，我永远不会废去的。耶利米书第31章第10节。列国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刚sang的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的看守羊群。就是你们要把以色列的刚sang的要把他们看上的话，就是你要攻打他的时候，就他有了这个，他就有看上了。你必招聚他，就是你要看上了他，得必招聚他。就是那这个就是你要攻打他的时候，要把他们看上的时候，你要把他招聚，又看守他。他回到本地的时候啊，就是你要好像要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那就这样的。那上帝就是他有说这样的语言，然后就成真了。这个就是在公元1500年的就有这个语言的，现在已经成真了。我们就说不在1个月之内，不到1个月，我们看到这个语言的成真，就是那个法国人的、美国人的、英国人的、德国、俄罗斯，还有那个要看守那个以色列的，我们都能看见了。你要说这个是一个开玩笑啊，我们都能看见了。99%的都要看守以色列的，就是那个4个强国，他们要保护99%啊，为了就是要放到那个伊朗要攻打他的时候，谁要派他们去保护以色列的，谁派这个美国总统的。谁那个德国总统的，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总理，就是那个英国总理，谁派他要保护要看守以色列的？他们不是兄弟，他们不是一家人的，他们为什么他们都要去要一块要看守的？这个上帝的那个真正的教导就在你的眼下。非常清楚，就这个地球的主，那个全能的上帝，没有任何人的上帝能打败他。凡要跟他打败的话，都被拆掉了。我们都一直看到他的教导，他的话语，就是你们要好像牧人看守羊群的，就是这样的看守以色列人的，但是他们都没那个就是那个美国总统的没有相同了，就是那个德国的总理没有相同的，都看到这个情况了。你们都看到这个情况的话，你有没有反应的？你有没有相同的？这个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我给你讲了，就是那个真正的时刻到了，他就是那个上帝要知道这个全世界。我给你说，你要听他的话，因为他不爱犯罪，犯罪的人不会到他那里。你要跟他说，就是那个你怎么传福音的，因为这个是上帝的道。我想给你推荐，你要认真的听这个证据的道。因为你是个人类被创造，这个世界不是属于你们的，这个是在你们中间都是没有，这个世界是没有属于你们的。这就是那个你们知道，他就是要把那个以色列的要看上的时候，然后他那个敌人都要攻打，然后他说要把他们召集回来，就是牧人的，好像
好像抗受羊群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以色列的都是真的别刚上了，在这个全世界也可以说是他是一个聪明的人的，可以聪明人的。然后他们在1822年的时候，就是用那个飞机用船的，要把他们召回的他们的本地。在1882年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快乐的一件事情的话，他们就ay ny tena dikany pont zany hoe zavatra toy ny zavatra midoroboka mety ny ambany any zany, zay ny tena dikany zany partie flottante ou tombante d'un vêtement, toy ny zavatra avy amin'ny 那就是那个当时就是那个美国人那个法国有那个美国人的法国人的，还有那些英国人的，还有那个后来就是那些德国人的。因为这都是要那个为了由于那个上帝的道，但是那个德国人的他们不敢说这个，因为他们后来就是要控制这个，但是我们不说这个，因为他们真的要杀掉他们，然后他们就要把他们召集，他们回到本地。那为了这个，然后就是他们要抗受他们的抗受。就那个美国就跟着美国都要抗受，不管是美国人的、法国人的、德国人的、英国人的，都是要都一直抗受以色列的。我们都在最后刚刚看到这个情况。如果这个预言的话没有成真的话，那你先回答一下。就是你说你哪里有那个耶路撒的没有让打败耶路撒的话，如果你有权利的话，你应该把这个，你要早就把这个预言的要阻挡了。连那个就是那个很强的国家的总统都没有阻挡这个预言的，就是那债务来的，就是要控制。dia tsisy lalana manohitra an'izany koa, ary zao no mety aminay nefa ka ohatrany hoe anao manao costard ka ny akanjony hoe tsy azo entiny tiako, ny dada yavangy izy tsy hijany ety fa nandalo foana dia lasa nane zaho ny hijany ela be tao aminareo ty gaona moa ny akanjoko ny entona ty aminareo ty, fa raha ny akanjoko ny etiko tya oy zava-doza aminareo zany tandia zay ny fala mandrava zavatra be dehibe zany tsy azo entiny ety zany zay ka ny zavatra momba ny lantilanitra azo entiny乌克兰的总统经贸院了，你们所做的所谓是真的不行的，真的不对呀。还有现在那个耶路撒的都看到在发展起来，所以那个以色列那边他们有自己的武器，还是有他们那是抗受的。这个我们 ety zao eotr'izao ny fitafinareo dia mety zao dia atao an'izao izy fa tsy olana zany 那个以色列人对这个就是那个有这个反导非常的，因为这个就是通过那个上帝的话，就是你们要抗受他好像牧人的抗受他的羊群的话，连那个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最大的国家呢，都要听从这个上帝的道。那你以为是谁呀？你应该先把人的嘴闭上了，然后就要听这个教导，要听耶和华的教导，要听耶和华的教导，因为这个都是表示爱呀，都是表示会给你表达说，就是没有能逃到那个真正的上帝呢，他所有的预言都成真了。而那个法国总统的、美国总统的、英国总统的，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上帝的道已经进行了，因为他们都在进行这个上帝的道，就是没有人能抗拒啊。因为假如说现在有那个以色列的有别的国家在攻打的时候如果他是没有抗受他的话，
他就被拆掉了。那就是那个来，就是将来那个，就是原来要攻打他的时候啊，来攻击他的时候，就是要打。Ano ba say kusin nga man eh? Fatan mo sinsulatan niya. 那个全世界，像他现在就是在跟那个乌克兰的发生的冲突。我想说的就是俄罗斯，他要将来要攻击你们的，你们没有任何人跟他打自白。我们先说一下，就是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就是那个以色列的要招去在他们的本地的时候，然后那个父亲的亚耶法他就说不要再成为两个国，就要成为一个国，哪里有这样？至于权利呀，权利是这样说的，因为以色列的回到本地的时候，就是不会再分两个国，只有一个国。我们想看一下，就是大概是在以前那里就被分为两个国。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列王纪上第11节。列王纪上，这个就是说，这个在以前那里啊，这个国是被分了两个国，在29到30节。列王纪上第29节，一日耶罗波安的出了耶路撒冷的失落的人亲自亚西亚在路上的遇见他。这边说的就是那个关于那个亲自。你说你也是亲自吗？你怎么读这个啊？你们怎么怎么 Misy novony zeny. Rehefa lalàna dia lalàna. Tsy misy tia lalàna zany mihitsy. 身上的穿这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意外并误别人的亚西亚将自己的穿那件新衣撕成了12片的，对耶路伯安说：“你给那10片吧。亚法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的手里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我因你仆人的大卫，我和我在以色列的众支派中所选择耶路撒冷城的缘故。”第3是，我必先，这就是那个所罗门，那个就是这个所罗门的王，他就变成了拜偶像的话，就让上帝发怒的话，他就是要把那个国要变成了两个国。因为大力起我敬拜西东的人的女神的亚西塔路摩耶的神摩耶的神祭母和亚门的人的神密了宫，没有从出路的道，激怒严重的康守为真的是受到奴隶订正，像他的父亲大卫一样。大怒不从他的手里将全的国都会是他终身的为尊的，是因为我选选到仆人的大卫经说的诫命的。第36，还有另一个支派给他儿子，是为有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离我的名耶路撒冷的城里，在我面前的常有个灯光。第37节，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的所愿的走往治理以色列的。那就是在那个所罗门的那里，就是那个犹大还便雅民，就是那个犹大便雅民啊，在那个以色列那里啊，就是这个耶罗波安，就是在这个耶罗波安就是那个以色列的是个支派，是个支派赐给他，然后他们就分了两个国，
就是然后就是有那个冒出来那个以色列的冒出来那个犹大和便雅悯的，一个是有10个支派，一个是有两个支派，然后他们就是一直都要发生的矛盾，然后那个上帝就说他们要回到本地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国。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在就以色列的，就是没有那个犹大，没有便雅悯的，没有那个犹大和以色列的，这个都被拆掉了。我们要看一下关于这个看到那个上帝的道，关于这个我们在以斯结书37节第22节22节，以斯结书第37章，以斯结书第37章22节。那我们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以色列的要收回去的，我们就从21开始吧，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的人从他们所到各国的收去，用从思维的举止他们，引导他们的归回本地。这就是那个上帝要收取他们的，要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的身上成为一国，用一王做他们的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就不再分为二国。这个预言就是真的成真了，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回到他们的本地的时候，他们就部分的二国，他们就说一国。那你也说这是你比这个上帝还厉害嘛？因为这个语言都是现在都你们的眼睛都能看得到，就是现在那个以色列的就是那个便雅悯内塔尼亚胡。他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当总理，你还说是你比那个上帝厉害吗？你还说是你想对比这个上帝吗？我们个个都要想好，个个要想。因为这个就是那个上帝说他要说，就是没有能阻挡的，他又宣布没有人能阻挡的。只有你们那的眼睛，你都能看得到，在以色列的就是不再分为二国，就是一国，在他那里有一个总统的，也有一个总理，一个国，你都能看得到啊。这个语言都能，他的话语都成真了，就是以色列的会收取到他们的本地。我刚才把那个日期给你，就是在1822年的，就是那个美国人的第一要把他们要收回去的话，然后就是要看守他们的，看守牧人的洋葱的，好像跟看守洋葱一样。那我们就看到在那个上个月那个美国人的、德国人的、英国人的，还有那个德国人的看守这个事情，你还有什么话可说？还比我给你传播这个上帝厉害吗？因为他是不爱犯罪，他已经说我不听主人的祷告，那些的今天所教导你就是这样。那这个上帝就是说，你们的准备耶路撒冷打败你们，耶路撒冷要打败你们。那我们就要说的这个情况的内容，为什么我们提到这个耶路撒冷？为什么提到我们没有任何人的国家能击败他连那个美国人的，就跟他发生冲突的话，都被拆掉了。这个是一个一直说。没有任何人的国家能打败他。这个语言的话，就是从那个2003年的，从这个上帝的神的王国却都是所有的人都不理，因为现在他们能听到的时候才能想通了，在那个外国人那里都有，他们都说哪有这种的事情，因为你们本来就说是不知道什么。我也不责备你们，却现在有啥的大事情，现在告诉你，
我这个故事我告诉你的话，就是这个预言的话，就是在2003年的。关于那个俄罗斯的，你要记住，在那个2003年的时候，那个俄罗斯刚刚被拆掉了，在那个不发达国家的，他在2003年的不发达国家，这个就是不我们相信的话，他就能打败美国人的。我是在告诉你，他打败他是对他是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对他是没什么问题，你们所看见的就是那只手，我不是要表扬，不是要说好俄罗斯是说好啊，但是他的话，他的预言必须要成真了。我现在我想你要叫你要准备，没有别的办法了，没有别的办法，你们。就是你看到一个房屋在着火了之后，你就要叫那个看到那个消防人员、消防队要把那个火车灭了，那就是现在能救你，只是这个教导，因为这个必须成真了，不管发生怎么样。那我们就是说，为什么要我说的大师说？你们的不会跟俄罗斯攻打，因为像这个刚才我们听那个话，就是那个以色列的故事，没有任何人的能阻挡。那这个至高的上帝现在拆过来的，要告诉你，你要认真听这个教导。我们再读下这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书第1章第14节，这个就是对我们表达一下，就是这个语言必须要成真了。我们现在要说关于那个俄罗斯的话题，那我就是像那个刚才那个教导，如果你能阻挡刚才那个话，那就是如果你能够阻挡刚才的话，你就能够阻挡这个话。耶利米书我们一起听一下，然后就说我们各个要想，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国王，那个总理，就是那个所谓的组织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教导，对于这个教导，你要怎么样？因为这个语言必须要成真了，不管怎么样，这个必须要成真了。耶利米书第1章第14节，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的从北方发出，领导这地一切的居民。”就是说，就是你在这个地球的居民的话，你所从那个北方那个灾祸从北方发出的，如果用那个法语圣经的话，他就说从那个北方发出的，在那个北极，在那个上帝的道就是说在那个北极，在那个法语。就是在那个这个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从那个北极，如果我们想知道那个从这个地球的北方是在哪里，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个圣经的话语的那个圣经所记着，一切都成真了，你们都看到了。那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个圣经的话语，想知道那个北方那个中间是在哪里。那在这个世界的中间就是以色列的，我们要读下那个以斯帖书38章第12节。假如说我们要知道那个，我想知道这个世界中间的话，那个上帝是怎么说？我们就是给你读一下这个以斯帖书第38章第12节。我要去要将菜为掳物，夺货为掠物，这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就是被收回去啊，放手工资的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住着这个地，那这个就是那个以色列的有工资那住世界的中间，从列国招聚，
得了牲畜灾祸的民，那就是那个刚按照那个圣经的话，那个世界的中间就是以色列，那我们是一说那个南边、北方的、西方的，我们就是要从那个以色列的跟着那个真正的上帝的话，连那个美国中东的都不可抗拒的话，那个法国总统打出那个联合盟的主席，那个德国也就是要跟着，就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抗拒啊。那你以为是谁呀？那武断这个，你要想好，你对这个教导也想好，你这个是没有什么这个教导是没什么感觉。如果我们说这个从北方发出来的话，那就是那个世界中间就是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北方是那个国家。如果我们要看这个北方的话，就是以色列的北方的话，就是莫斯科就是俄罗斯。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的话，如果你有地图的话，我们这边的那个地图我们可以使用一下，这就是马达加斯加啊，这个是谁？这个是哪个国家？这就是那个以色列，这就是以色列。我们要把它放大一下，就是个我们让我们看得清楚一点，然后我们就往上去。就是在那个下面的，因为这个在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就能到那个俄罗斯，这是莫斯科，我就这样的跳我们都这个就是我们能看得非常清楚的话，就是莫斯科在上面，如果我们看的话，就是俄罗斯。我们一说这个莫斯科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想说的就是俄罗斯。就是它，这就是那个俄罗斯的国家。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莫斯科，它要跑哪里去啊？我们刚才看到了，我也找不着，真的跑掉了。我们再重复一遍吧。对了，就是这。它就是在这里，如果我们往下走的话，就是这个就是以色列的，我们都能看得清楚。以色列的就是这个下面的，这个你们所看见的就是以色列。如果把我们调到上面那里上面呢我们就是引手拉过去的话，那个北方都是在上面那里，我们到这个上面的时候就可能看到那个莫斯科。我们对，打在这里，因为我刚才也有，这就是莫斯科北方。我们从下面然后就是那个最上面呢，就是莫斯科地，这就是那个上进者，就是说它是从那个北方那个灾祸是从北方发出来的。我们再读一遍。耶利米书，你要听下这个，所以你要注意，要防备，要预备。因为现在就说那个要灾祸要从北方要发出来的话，这个也上面的黄色的要出来。亚法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的居民的。”亚法说：“看了，我要招去北方列国宗族，他们要来，各安作业在耶路。”这个是在哪里？各安作业在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城的门口，周围的工作城前的
又要工资有的一切的诚意呀，那这个就是那个故事真的要高放掉了，因为那个北方的国家都要工资那个这个地球的所有的国家。那这个就是那个灾祸就从北方发出的，我们现在不知道啊，它这个从北方发出来的是哪个国家？这个就是俄罗斯啊，因为这个在这个经文上面，他就说那个就是一个国家从北方发出来呀，要领导这地呀。那现在就是看到他现在进攻击乌克兰。这个都没有什么办法，已经阻挡不了啊！这个谁要知道的？我给你说一个答案，不是人类。要知道这个情况不是人类，你要想通了。我们来读一下那个以赛亚书第14章，以赛亚书第14章。我们就是从第12节开始阅读吧。你要认真听一下，以赛亚书第14章，米亮的这心的早晨的枝子呀，你和金从天坠落。这个就是那个米亮的话，这个米亮就是执行的话，从下面摔到这个地的话，那它是从天坠落的话，你这是攻败列国的，就是这个攻败列国的话，它是从上面坠落的在这个地上，然后他去哪里啊？那个上经怎么说？他是要做什么事了？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米亮的执行的话，这个不是人类啊，因为这个像这边说的就是那个外星人，你们在外国那里都已经了解这个外星人的话，那这个就是让你们可以明白的话，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中的心的以上，就这个就是以为外星人的想要向上帝，我请你们那个，就是向那个上帝要发生的冲突的话，因为他要坐在，我要坐在机会的身上，在北方的基础这边那个上帝的话，就是这位外星人的话，就是那个魔鬼，背叛的魔鬼，他想要跟那个至高的上帝然后他要住在那里，他要在北方的基础，就是就是这些外星人的话，就从那个要坠落在地上的话，然后他们要在北方的基础那里，就是去那个耶路撒冷，要住在耶路撒冷那里。你们都已经学过了，从那个以色列的话，以色列的北方就是耶路撒。你怎么确认的话，这个就是耶路撒，我们的教导就在这里，但是我们慢慢的给你解释。然后我要升到高云的之上。他就是要几乎在那个北方的基础，那我们这个就是那这个全世界的聚会都要改成到哪里？因为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就是有难过理解的话，你读那个耶路撒的所有的全世界都是通不了。我给你在耶路撒的脑子里是在告诉你哪里的知道不是人类。我们就是照着教吧，你别说是那个，就是那个那个最发达的国家就是那个美国人的，但是他们现在是不叫他们要动作的话，因为都是通过那个副业呀、法和呀、武术的，不叫他们要动作。可是现在已经主动不了，你说那个就是那个核轰炸要爆炸了吧？要爆炸，那你这个一定要爆炸。
那你说你要把这个很轰炸的话，就是你要爆炸的话，我不是这么说啊，这个一定要爆炸，但是不是一个，要许多。我要升到高云的之上，我要与之上的同等。他就像那个上帝要相比的话，他就是想跟那个上帝要斗争的话，他不是人类啊。那因为你想那个创造的要攻打的话，他不是人类。他就是你一直说，所以为了这个我就说，他要去那个北方的基础，他住在北方呢，你怎么跟那个耶稣相比的话，这个我所说的那个美国总统的、就法国总统的、俄罗斯总统的、中国总统的，都了解、都知道我所说的，也都知道在上面有一个权利啊，就是人类害怕。但是他们的害怕就是那个说，但是那个创造那个说他们不怕，就是你们人话，你们那个方人的话真的是太搞笑了，因为你们应当害怕就是那个所创造那个说，因为他是有所创造的话，那就是要去全能的，就是要那就是那个创造他。那你们怕的就是那个外星人的话，就是教你们那个怎么控制那个飞碟啊，这个你们就怕他。但是你们应该要怕的就是那个上帝要创造他，你们应该要害怕的就是那个上帝啊，因为他说我不爱犯罪啊，那你们就是非常讨厌这句话的话，就是。那你说你可能说你这个话是不对呀？你别胡说吧，因为你不要胡说吧，因为这个疯人的话，如果我所说的教导是错的话，那个美国人就不会看说那个以色列那里，你跟那个美国人不会厉害呀，比那个美国不厉害呀，而你跟那个法国总统的比那个法国总统你不是厉害。假如说我们关于那个美国人的那个法国人的话，他们都跟着那个上帝的，就是我所传播那个上帝的，他们都听他的话，所以这个教导都是要知道那个要命令给俄罗斯的，你必须要做你想做的事情，因为是活到，而你要保守的时间要到，你那个艺术，你这个艺术，要无说的，但是你怎么说？我们在阅读一下其他的话语，你怎么说？他就是那个艺术的话，你就是100%确认的。我们在耶利米书。我都把这些经文的然后你们的要看一下，你从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都看到就是要看说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关于那个看说以色列的，我们都看到不到1个月都看到。我也给你讲了，这个语言必须要承认了，你不可以阻挡的话。不可以阻挡，因为那知道给美国人的话，给命令的，给美国人的，给命令给法国人的，他说这个语言必须要承认了，你又看见了，就是这个我说这个教导是没有任何人的权利能阻挡，这个就是那个真正的上帝说你不爱他，所以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能攻打他。因为我们都能看见这个情况，这个一路是都是听到这个话，就听到这个就是大伙非常惊讶。耶利米书第2章耶利米书22节，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有一个众民的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别激动的。从地极来到，这个就是从地极来，我们这边说的就从地极来到，那这个就是
这个一个国家的话，就从北方而来的话，那他就从地极来到。如果我们从那个以色列的地位那里看到那个北方的话，我们都看到那个俄罗斯，他在跟那个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矛盾了，发生的矛盾的话，这个上帝的教导上的话语都承认了，你没有什么在抗拒的话，根据我们刚才给你传播那个上帝的教导啊。如果我们在耶利米书第46-20节，我都把这个经文都给你看了，然后你相同的话就是你没有像这个上帝要相比的话，我们翻译无数的名字来阅读一下啊，稍等一下，50耶利米书第50章。不好意思，耶利米书第50章41节到42节，我们要阅读一下这个耶利米的所说的，在耶利米书第50章。41到42节，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那个从那个灾祸是从北方发出来的，看呐，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比略一大国和许多的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那个攻后强，辛勤的承认的，不是怜悯的。他的声音像海浪呼，巴比伦的城为作女者，他们的骑马都摆队伍的上，要攻击你啊！这个巴比伦的话就是那个在这个地球上的恶人的，你要预备。从北方发出来的是辛勤的，是承认的。不是怜悯的，他们的声音的像海浪。那这些情况的话，对你来说就是说那个灾祸的要发生的灾祸，在这个地上的发生的灾祸，就是从北方要攻击地球啊。我们在结束了之后，就是要教你相同的话，就是那个上帝教他们要看守以色列的像牧人的看守养村的一样，那就是那个美国人、那个法国人都是要看守他们，不让那个伊朗国家来攻打他。这个上帝啊，就是这个上帝要下命令的，这个不可以中断的话，然后这个北约那个美国那个和北约都要收到命令的话，要把他们收回去在他们的本地。那这个上帝现在就说，他说是在模糊的日子，耶路撒来攻打你们，也是这个上帝是这样宣布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这个是在哪里有这个关于这个经文？我们来读一下那个一次结束的话，如果你受上月上经的话，你可以读。我们通过这个经文的话，就是能看到那个就是这个耶路撒的话，要知道那些国家。那个包括那个非洲，这个语言都是从2003年开始啊，在马达加斯加人的话都早就听说过这个语言的话，在马达加斯加经教导过，通过那个电视台、广播电台。当时就是我们在这个马达加斯加，在那个塔纳纳利夫布伊扎贝，因为在这里有那个广播电台，有那个电视台。就是要无刷的电视台，就是要无刷 TV， 就是当时啊，就是在2003年的已经有发出这个语言的话，就是当时那个耶路撒在这个2003年的话是刚刚被拆掉了，然后他就在那个他原来那个总统过着拆，他就被拆掉了，然后就说没什么权利啊。当时那个耶路撒在那个大网络的时候啊。
因为他说被那个别月都拆掉了。那为了这个就引起很多问题，因为他们被拆掉的时候，他们就要想个办法把这个乌克兰的要进入那个别月。那我们现在不说这个，但是我们下次课的话要说这个话题。当时那个我在那个他在这个俄罗斯在软弱的时候，应该没有人能想到。那就是像那个一说就是像那个狮子，它就是要不动的，但是它你要摸它的时候，它就把你吃掉了，它就是要装死了，因为它是个一说不能与它开玩笑。我给你已经说过了，哪里住的不是人类啊？因为这个联合国都要改成在那个俄罗斯那里啊。你别说是美国，你别想是美国人的要强国。那第二个义务的话，就是要美国人的要得到重赏，美国要得到重赏。那你说什么来？你说什么？那我给你说的都是真相的。这个你不管怎么样，这个必须要发生的。因为美国人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受到命令的，就我给你传播这个父亲的哑巴，有给他命令的，要看守他们。那就是你有相同的话，因为这个语言必须要承认的，就是那个俄罗斯都已经发出来。你以为美国人现在不会跟那个俄罗斯要攻打？你们就是要说这个，但是他们不会，他没有资格给你俄罗斯要攻打。你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他们心里很清楚。那以世纪书第38章第1节，就是我们就是然后我们在结束了之后先读一下这个不是个谣言的，也不是谣言的，都是实话的。我们看到那个情况，因为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地球上的最狡猾的国家就是俄罗斯人的。最强的国家就是俄罗斯，但是最狡猾，你们都，所以我要教你们，请你们要认真听我这边的教导，你们就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做。在以斯记书第38章第1节，因为这个就是那个美国人那个法国人的，他们呢有些。我给你讲那个比喻，他们就是越来越软弱的，这个是个命令的，你们就动不了。这个就是个命令的，就是那个教导的主，来自教导的主，你们都要越来越软弱的，因为那只手必须要发出来的，这个就是那个创造天地的命令的，这就是叫做父亲也把。和要我说他的儿子，然后要我说拆成他的儿子，就是现在你们所看见的。以斯结书第38章第1节，我们从第1节开始到第7节，然后再读那个15节到16节。我们这个读完之后就结束了。以斯结书第38章，亚巴的话领导我说。人家，你要面向马哥地的哥哥，就是舍罗士民士的图巴的王，发语言攻击他，就是那个俄罗斯，我们都能看到这个哥哥，就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从前的皇帝马哥的哥，就是舍罗的舍民士的图巴的王。这个马哥的话就是那个俄罗斯的祖先的，这个就是我要教导你们，就是我们要就是我们要说到这个主题的话，我要把这一切都教导一样。说主也把如此说，罗什灭世图巴的王哥哥我与你为敌，就是图巴的王发语言的攻击他。第4节，
我必用果子裹住你的腮颊。因为他要用这个果子的话，因为他不想发出来的，他不要想出来的话，因为他不想工资的话，因为我跟你说这个俄罗斯是一个最狡猾的一个国家，因为他不想工资公道的话，他就被摘掉了。不是美国人把他们摘掉的话，但是他时间、他时刻、他时候到了，他只要出来的话，他一出来的话，他的时候就出来，所以他就磨磨唧唧的。我给你讲，那个俄罗斯的武器就是非常厉害，他就是跟那个外星人的合作。你说这个是对不对啊？你要可以去那里，但是我恐怕你回不来，你可能别死在那里。我必用果子裹住你的腮颊，挑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他必须要出来，不要再磨磨唧唧啊，因为模糊要到。可是啊，一定要安排，他必须要发出来的。将你和你的军兵的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腿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的。这个就是俄罗斯从北方发出来，波斯人的。你都能看到谁是哪个国家跟那个俄罗斯的盟国，这个是2003年的预言的。现在谁跟他在合作，就是伊朗。我们2003年的已经是教过这个，那现在谁在报说这个伊朗？他说，如果有人在想攻击伊朗的话，我们就在他身边。就像美国人的话说，如果在想攻击以色列的话，我们正在以色列的身边。那这个就表示两个强国家将发生的冲突，因为你所做的都是按照那个父亲亚巴的旨意，你没有什么权利，你权柄都是属于他，没有任何人的权利能攻击他。耶路撒冷必须要发出来的，因为他已经被安排要攻击以色列的，你所有的人都必须在这个城里想要跪拜，要跪下来了。那就是那个父亲呀，瓦赫呀，我所传播的故事人的，我们都看到那个俄塞比亚跟俄罗斯的都他们在合作，我们都能看得到。现在假如说我们看到那些所有的非洲人的跟那个俄罗斯人的。这个教导都从2003年的预言的，要跟那个非洲人你要发展起来吧。从那个就是就是那个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就是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我们别挤压的，就是那个非洲人那个南非要发展起来，让我们看到那些非洲国家都跟着俄塞比亚、黎巴嫩，就俄塞比亚那个黎巴嫩就是在那个可以说是在那个非洲的一个强国家之一。都是那些所有的国家都已经跟着俄罗斯那里，为了这个，就是那些非洲国家，就是那个伊布拉欣那个要跟着俄罗斯，伊布拉欣他为就是要跟着俄罗斯，不需要再跟那个西方国家。这个是在马达加斯加，在那个通过这个 SFF 广播电台2003年的预言的。在那个电视台，在 SFF 电视台，这个马达加斯加的民众的都可以为了这个证明出来。我们都看到那个非洲人都跟着他，我们看到那个就是那个法国人都在跟着那些
给在非洲那边都在进行的，有些其他的国家都已经不喜欢再跟着那个美国人的法国人，这是为什么？因为上帝的道就是所这个西家都已经进行的，连那个阿拉伯。我们看到那个就是那个关于那个石油的问题，就是那个美国人想跟他们合作的话，去那个阿拉伯都不会他们的要求。这些我们这个新闻都能看到啊。那你要说是要无啥的大事情，家所说的还是错嘛？这都是2003年开始啊，在马达加斯加人都能听说过，你们在外国那里现在才能听到啊。因为这个话都成真了，这个语言都成真了。你们看到那个非洲人，他们就已经离开欧洲人的欧洲离开欧洲，这都是上帝的教导，都成真的。你还有什么话可说？这都是上帝的教导。那些非洲人都不想再跟着那个美国人的欧洲人的，你还有说什么？因为就是像这个语言的成真的话，那必须一路是要发生起来，这个不会再停下来的，但不再停下来，要知道所谓的语言都应验了。我们在那个第15节那里这个读完之后，我们就结束了。我们看到那个非洲人的伊朗那个阿拉伯队跟着他，在第15节的，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读完之后就结束了。这个就是要说在从北方的基础那里，就是那个耶路撒冷。那意思结束第38章第15节，你必从本地。从北方接触，率领许多的国民的民来啊！这个从北方的话，就是耶路撒冷。如果我们从那个耶路撒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位的话，想知道那个北方的话，就是耶路撒，那就是那个各个的耶路撒王，这个各个就是耶路撒的王，他是来控制这个全世界。你美国人你要预备好，你法国人的。你必须在他面前要跪下来了，那不是那个中国人的要控制耶路撒的，反而那个耶路撒要控制中国人的。所以你们不知道这个事啊，但是那些总统的有些在他们当中的有些是能知道这个情况的，是为了那个荣华富贵呀，他们就不说这个，因为这个话都是真的。你是从北方接触率领的许多的国民来，有许多的国都跟着耶路撒，你别说是少国家跟着他，所有的国家都要跟着耶路撒，命令的已经宣布出来，这个是至高的上帝的命令的，因为他已经说过了，他说你们要看守，要牧人好像看守羊群的，那就是那个美国人那个法国人对看守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按照他所说的话要应验了。这个预言都是已经2003年的就发出，已经宣布了。所以这个到最后，因为这个上父亲亚耶发的命令必须要成真了。有许多的公民来，第16节，哥哥，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入民的用整个的地面的，就是像那个亚述人的、波斯人的、希律人的，就是要拿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幕后的日子，就是那个耶路撒在幕后的日子来攻击以色列的，所以他现在不可以动到，不可以要当到那个耶路撒要攻击他的话。
攻击的。当到那个俄罗斯要发展起来的时候，要攻击他的时候，那你美国人的你要准备，你必须要离开了，必须离开。你在帮不了什么忙，你必须在以色列的，你必须要离开。我们就接着讲下去吧。他就是你必上来攻击我的以色列的如密云的整个的地面。那这个情况要发生的时候，就是他就是来攻击这个，因为他要把那个身份的耶稣发出来的话，那就是只要他要当他的路的话，他就把所有的再拆掉，在幕后的日子，他就要攻击以色列的。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就是那个上帝的教导，就说幕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那就是那些美国人就管不了那个以色列的，不管怎么样，他们必须要离开。那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的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这个就是那个上帝的父耶和华通过他的大的亲弟弟，他的亲弟就是要我说的弟弟。西迪他的名字叫西迪，要给他开路。今天的教导就到这里就是要给你说，没有任何人的要攻击让这把耶路撒就是各个耶路撒王智慧就是你要逃生吧，因为他是不是怜悯的话要攻击你。你要看一下他怎么攻击那个乌克兰，因为这个乌克兰就是按照那个故事的话，他就是一个当爷爷。却他要把他要杀掉了，他是不是怜悯的，他没有考虑别的事情，他不说是他没有想我们是一家人的，他不顾一切。就是聪明的人间或者站起来，愚蠢的人往前说坏。我希望你就是要认真听这个教导，你要继续听这个教导，你要听从这边的教导。你模糊的日子已经到了，你要用那个数字要说一下，已经过去了很多，在你的手上就已经很少。那只手已经要发生。就不多的日子，在用你的手的话，已经没有他要发生出来的，不会再被阻挡的。现在希望你要想通了，要看到真正的真相，就是所给你的教导，就是没有向上帝相比的话，为了这个就是要我说的大设计的，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的上帝能击败他，没有任何人的装物的，他的名字跟他相比，他的名字就是父亲耶和华，他的亲爱的就是要我说他所差来在你们这里就是西家。我希望要说把用你们能听到这个话，就是让你们的要转过来，赶快长出你的灵魂。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父耶和华，非常感谢你，多亏你的善良和恩典了，你给我们这个非常好的教导，为了带个拯救，为了教所有的人的要教你人，你到底是谁？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是在那个时候，你是住在天上天的上帝，你是要无说的上帝，也是西家的上帝。时刻到了，为了把真相要教导所有的人的，还有时候到了把那个天上天的能量
形式给他们看了，为了把荣耀归给你，就是为了应验你的话，说是我的荣耀归于给假上帝，你的名就是亚法，就是你有说，你有宣布，没有人有资格能阻挡的话，你的名就是亚法，请把有这个教导放定了的话，这个教导的给他们一个好处，能叫他们转过来到那个真相。为了拯救他们的灵魂，尽爱的父亚法，荣耀归于你，尽把有这一切的教导，为了给他们一个好处恩典的拯救他们的灵魂，荣耀归于你的。我奉耶和华的名字做了这个祷告，哈利路亚，阿门。那我们的教导就到这里，我希望你们的耶和华祝福你们。我们在下一课再见。